甲讲三思而后行。伊要我超都拄啊好嘛，吼啊！这个点球，伊拢足够想咧，项代志想了再想，想了再想，伊甲讲免阁考虑啊，去做就对啊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伊会应下这个因缘，拄啊好。啊，这个中体，毋过，互我以随前的参考，咱家己的自心，这个中体若掌握无着，安尼咱要安怎讲？要安怎讲引导人？过去的贤者讲过去的有价的觉者，因就是家己清楚啊，因毋才会当引导。就是知影新闻山像咱会知影要来新闻山，咱的前线甲咱处理人才，讲路草无啥色，吼，啊路草无啥色，就爱捌路呢，无会惊毋对呢，会惊你讲问伊呢，吼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朝向讲爱会明白，会清楚因果，来临面迄个你，伊清清楚楚，甲你有道，啥有法通互人道，甲你爱，啥有法通互人爱呢？啊，若无这呢，已经落入虚伪啊，已经落入真实啊。啊，真呢，咱就是讲分分，啊未开悟，啊要互人朝向讲，互人清清楚楚，互人用心去修学道。这呢，才需要去会人学，吼，会人调整，吼，会人改。这呢，依师以为顺吼，这个依师以为，就是讲达开顺地，就是要指出吼，要指出安那，指出讲这个中体，伊就是中体，吼，顺地是以中体，我就以两个。众人皆有意，以我贵是了。其实顺地，伊就是来自于天心，来自于天心。天心就是我无量，就是佛心，就是道心。我就用这个妈妈啊，这个婴儿啊，要大汉讲咱，讲妈妈的母奶，啊咱所以讲吼，咱求道哦，已经甲咱开启咱自心当中这个法教，这个门迄间门来开，咱即所欠发的，欠发就是去培养、去调整、去发掘就对啦，去付诸实践，哦，啊由咱的自心、咱的天心，所以咱若咧画迄个圆规画，迄个心若是，迄个心若有定落来，啊看画偌圆，啊画偌大块，伊才有法度爱用。啊，迄个心就是讲，迄个中体爱了着，吼，迄个本心爱了着。那么，互我这个第六种，就依随前面参考到遮。后一种第六种是顺地，甲因有智慧。啊，第七种呢，吼来讲，咱一般兄弟姊妹未学的时阵，甲学了。伊所面对的、所障碍的，其实呢，咱的觉性、咱的本心，其实咱无较少。咱甲顺地顺是啥物款人，啊，咱是啥物款人，其实拢共款，是真差。咱受无白，啊，咱今仔才来用心来了解、来开发。要甲安怎了解？讲要安怎对待入手，要安怎对待入道，互利益，然后去做出来。所以第七种才咱甲看，钱解决。